好了，今天呢，微微的直播室里再次请到顾晓培老师，是做到第2部分的嘉宾哈。顾老师，欢迎你，你好。你哋好。我们要还债了，有很多听众呢，其实呢，就之前呢11月、12月写了一些问题给你，我们还没有时间回答哈，所以呢，先回答一些问题。OK， 其中有一个叫做 Stanley Chu 的朋友，那么他很用心，可能上网找了一些很多的资料有关健康食品。那他发现呢，他说，有一个是报告，是讲这个 liver transplantation volume 12，然后在多少多少页有一个这样的报告，然后甚至把这个网页给你，那么就讲绿茶素。这个报告呢说，这个绿茶素呢可能会引致肝的衰竭，而且它有一个这样的病例，所以想你家到底绿茶素吃多了会不会对肝会有影響？我睇過嗰個研究報告，嗰個研究報告呢，就係有一個病人就要入醫院，因為個肝呢就有問題啦。咁佢同我醫生講，佢話呢係因為我食過一個產品呢叫做綠茶素。咁呢個呢就係喺研究上面呢叫做環境性嘅聯繫。譬如話有一次一個人呢就去恒生銀行嗰度提款，咁巧呢就有人打劫間銀行喎，咁佢就係喺嗰間銀行裏邊啦，咁所以佢有嫌疑㗎。好啦，咁3個月之後，呢個人又去匯豐銀行度提款喎，咁巧呢嗰間銀行又俾人打劫喎，咁佢就話我嚟提款㗎咋，咁但係佢有2次都係咁巧喎。於是咧，佢嘅嫌疑又大咗啦。但係最終咧，我哋都冇辦法可以證明佢係嗰個劫匪嘅。就算佢喺20間銀行度提款，咁巧有20次，真係可以係一個偶然嘅一個關係嚟嘅。嗱，一個人佢喺一間健康食品店買咗一樽綠茶素。咁嗰樽綠茶素咧，應該就有好多間健康食品店或者好多人咧都係買過嘅。咁如果呢樽係有問題嘅話咧，就可能唔止一個咁樣嘅案例噶咯，因為大家都食咗之後就會中毒噶啦嘛。咁仲有咧，咁嗰個喺個研究報告度咧，佢就話佢將嗰啲綠茶素咧就攞出嚟，就同啲肝細胞，即係實驗用啲肝細胞咧，就放埋喺個試管嗰度，就睇唔到嗰啲肝細胞有乜嘢問題喎。而且咧，佢用嗰個劑量咧，即係試管嘅劑量咧，係多過個身體可以吸收嘅劑量嚟嘅，但係都睇唔到有乜嘢問題。咁嗱，一件事已經發生咗啦，咁點樣去證明係或唔係呢？真係冇辦法嘅，因為你所有嘅理論呢，最後都要有數據噶嘛，去證明。咁點樣去攞呢啲數據，攞呢啲樣本呢？係攞唔到啦，因為你食咗一粒藥丸好早，好多嘢已經代謝咗啦，你冇辦法當然攞抽血啊或者抽任何嘅組織出嚟嘅。咁結果呢，就由頭到尾呢，都係一大堆嘅理論嚟嘅。除非佢將嗰粒綠茶素就俾翻同一個病人食啦，咁又就食翻同一個嘅問題，咁科學上咧叫做 reproducibility， 即係話重複得到嘅。但係咁樣好危險噶嘛，因為第一次佢會有肝嘅問題噶嘛。咁佢話好啦，咁如果我將嗰粒綠茶素切開100份，分係100份，俾1/100佢。然後咧，或者俾3%佢，俾10%佢，俾30%佢，咁應該1/1咧就安全嘅，因為即係少少啫。咁如果你話咁3%啦，10%啦，1/10咯，咁會唔會因為嗰個劑量高咗，個問題就嚴重咗咧？咁
咁呢個就一般係測試嗰個藥物嘅毒性嘅。其實咧係喺健康食品方面咧，美國嘅食物同埋藥物嘅管理局 FDA 咧係有一個特別嘅一個種類嘅。佢叫呢類嘅健康食品咧叫做歸納於一種叫做 GRAS， 就係叫做 Generally Regarded as Safe， 即係話係安全嘅。嗱，藥咧就一定會有毒性劑量嘅。點解咧？因為能夠成為一隻藥咧，藥廠就一定會有一個專利嘅。要有一個專利咧，就一定唔係天然成分，係一啲全世界可以話盤古初開到而家咧，係全世界未見過嘅化學物品嚟嘅，係化學師咧喺實驗室度咧係創造出嚟嘅一啲完全係唔係天然嘅成分咧，咁樣先至有專利。所以要申請一隻藥咧 ，FDA 咧就規定藥廠你點都要話俾我聽，你嘅毒性劑量係乜嘢？即係佢 FDA 就相信咧係每一隻藥一定有毒性劑量。所以如果個藥廠話呢隻藥係冇毒性劑量咧，係根本攞唔到批文㗎。咁好啦，咁藥廠咧就去俾啲志願者啦，食1份、3份、10份、30份、100份、300份、1000份，就睇下佢有冇出汗啊、心跳啊，或者係便秘啊嗰啲咁嘅問題，或者呼吸急促啊咁。咁一隻藥只可以能夠出街咧，就係佢嗰個治療劑量咧，同埋個毒性劑量咧，起碼要有30倍。即係話我一次過食30粒咧，係唔會有毒性劑量，但係31粒就可以有毒性劑量。咁呢個就係藥物。但係冇呢個問題嘅。譬如話有一個日本人叫小林尊，佢幫人比賽食熱狗喎，佢可以一次過食40幾隻喎。嗱，佢食咗40幾隻咧，個肚一定好滯嘅，但係佢唔會暴斃㗎，因為嗰啲係食物嚟㗎。所以食物，譬如話我而家日日都食飯，我食咗幾十年飯，哇！我咪有好多毒素，因為嗰啲係食物嚟㗎。所以檢咧就屬於呢個叫做 GRAS。咁已經呢個綠茶就係最普遍嘅健康食品嚟。咁如果而家有一個 case， 有個人食咗一個牌子嘅綠茶素，個肝唔舒服，之後於是個醫生就立即就寫一篇研究報告就話：哇，喂，小心咁樣。咁其實咧呢件事咧係個醫生可以話我有個責任要去反映呢個問題嘅。但另一個睇法咧就係話，可能係有小題大做，佢都未完全可以我哋話 point the fingers 有任何嘅好實在嘅證據話咗綠茶素。再加上佢將個綠茶素擺喺啲細胞嗰度，嗰個試管度都唔會令到個肝細胞受損啦。咁可能就係呢個病人唔知會唔會食咗其他啲嘢咧？但係會或者唔會，已經係事過境遷，好難再證明得到噶啦。因為這只是一個 case。一個個案，並沒有說是很多人吃了這個藥廠，不是這個保健食品有很多這種 case， 所以就是只是一個 case， 所以你覺得這不能說明一個直接的問題。係啊，譬如話以前有隻牌子叫做36奶粉咁樣，食咗之後好多小朋友個腎都出事啦。咁於是呢個 case 就可以真係可以叫嗰個衛生署咧真係要查嗰隻奶粉，然後 check 到哇，原來嗰啲係假嘅咁樣。咁但係一個 case 咧，佢就話咁佢話我有個責任要去報告嘅，咁咪報告咯。但係如果由頭到尾都一個 case 咧，真係好難去決定係咪好樣嘢嘅。明白。而我看到這個報告好像也說是這個綠茶素有時有咖啡因，是不是咖啡因的綠茶素我們要避免？到底綠茶素為什麼會有咖啡因？綠茶咧就一定有咖啡因嘅。就綠茶素咧有啲人咧搵啲綠茶曬乾咗之後磨粉，就喺度魚目混珠話嗰啲係綠茶素，咁嗰啲當咖啡因啦。咁應該嚟講咧就係綠茶素咧係綠茶一種
一種成分叫做 EGCG， 有個化學嘅結構嘅，係一種成分嚟嘅，即係好似維他命 C 係蘋果嘅一個成分嚟嘅，係橙嘅成分嚟嘅。咁所以咧係綠茶素咧係唔應該有咖啡因嘅。如果係提純嘅，譬如話如果你買20% 純度嘅綠茶素，佢可能有80% 嘅雜質啦，咁嗰邊可能有咖啡因。咁如果你買到98% 嘅綠茶素啦，咁就係嗰個得2% 嘅雜質啦。咁同埋咧就通常咧係一個即係一個牌子嘅有牌子嘅嗰啲產品咧，佢會做分析嘅，佢會特別會分析有冇咖啡因。咁一般嚟講佢就係冇咖啡因，但係冇咖啡因咧係咪真係零嘅咖啡因，抑或係0.0001咧嘅 percent？ 譬如話有一次有個人同我講，佢話我過咗12點鐘，中午12點鐘，我聞到人哋嗰杯茶咧，我成晚都瞓唔着嘅，咁就好犀利噶咯。咁之後嗰個人，我是6點之後如果佢係0.001%，佢可能都覺得哇對我有副作用咁。所以一般嚟講咧，佢話譬如話咖啡因 caffeine free 咧，就係佢話99.9% 係 caffeine free 嘅。但係如果有啲人話我0.1都覺得係好犀利啦，咁就係可能有咁嘅問題。不過0.1% free， 0.1% 嘅 caffeine 係完全應該對個心臟啊，對個腦咧係嗰個反應。除非一個人係超級敏感，應該係一般人係 OK 嘅。但是是不是沒有100%的綠茶素，就是最高也是98%呢？所有嘅健康食品咧都唔係100%嘅，100% 只可以人工合成先有100%。因為譬如話你驗到嗰個綠茶素係99.9999%，都係有雜質喺度噶嘛。如果你驗唔到有雜質咧，唔等於冇㗎。你除非合成，你先至可以話我冇雜質嘅啫。但是我們買健康食品的話，就是除了去您的店，我們也可以在其他的這個地方買到的話，它後面全部都有寫我這個是蘋果膠綠茶素有多少，是不是一定都會有這個指標嗎？係啦，要講出嚟噶。譬如話你去間鋪頭，你好似買防曬油一樣啫嘛。咁有啲防曬油咧就係SPF 20嘅，有啲防曬油咧就 SPF 40嘅，有啲80嘅。咁80嘅梗係靚啲啦，多啲嘅保護啦咁樣。咁你去譬如一間健康食品店，佢可能有3種唔同嘅綠茶素噶。有一隻咧就係平啲嘅，有隻就貴啲嘅，咁有隻更加貴。它個貴就是表示它的這個越高，純度越高，是不是這意思？係啊。你就算譬如話去買嗰啲麥盧卡嘅蜂蜜，佢有啲叫做10個加、15個加、25個加，即係話佢裏邊有種叫做methylglyoxal 呢個成分咧，就25個加就多好多嘅，5個加咧就少啲嘅。咁因為佢係用呢個嚟做佢個賣點噶嘛。咁如果佢嗰棵樹嗰個methylglyoxal 係好犀利嘅，咁佢咪可以嗰個蜂蜜咪可以標榜係25個加咯。所以係你去買任何嘅健康食品都要睇下個標籤，比較下點解依間鋪頭啲嘢平咁多咧？咁就原來咧佢個成分係冇咁純嘅。明白。那我們一般買的話，是不是都買越純的越好？係啊，越純越好噶。越純嗰個作用會越好咯。譬如話你話買洋蔥素，一隻洋蔥，如果你就咁當蘋果咁樣食晒成個洋蔥，你就有20個 mg 嘅洋蔥素。咁如果你買個洋蔥素係98% 嘅，咁一個匙羹，譬如話500個mg 嘅一個匙羹嘅洋蔥素，就等於你食咗25個洋蔥噶咯。但你食唔到25個洋蔥噶嘛？明白。但是剛才我們講到這個綠茶素如果有這個咖啡因，就是一般綠茶都是有咖啡因的嘛。那麼如果是比如說我買一個只有70%的綠茶素，那可能咖啡因多一點的話，我這種長期吃的話，對我身體
會有什麼影響嗎？佢唔一定有嘅，應該嚟講呢，如果你買綠茶素呢，係應該係 caffeine 嘅，即係就算係20%都應該係 caffeine free， 就睇下嗰個製造商啊。他一定會把咖啡因抽出來，應該先把嗰個咖啡因抽出嚟嘅。雖然佢係20%咧，唔等於佢咖啡因會多啲嘅。呢個係講緊係有良心嘅企業嗰啲人做嘅。但係如果因為大家都買綠茶素，我都做咯，咁佢可以係即係大鋪揾啲綠茶磨粉出嚟嘅。係。咁佢就係呢個綠茶素。咁你話佢係唔係咧？佢係嘅，佢一定有綠茶素嘅。但係就好似等你飲茶啫嘛，係就係飲茶咁樣又飲600杯，咁嗰啲就係有晒所有嘅咖啡因啦。咁你又唔可以差佢，你話喂，你賣假嘢唔係啊？你驗啦，我驗到綠茶素嘅喎，咁樣。但是那個就是，如果他真的把綠茶磨成粉來賣的話，他綠茶素的這個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可能是 10%，或者少於10%，會嗎？係啊，他會寫出來嗎？佢唔會寫噶啦，因為佢根本唔會有呢個分析嘅實驗室噶啦。即係佢用呢個方法去魚目混珠嘅話，佢可能係就算寫出嚟，佢係你嘅。你真去驗佢，唔該你俾我睇你分析嘅報告，即係直情去實驗室度攞分析報告，佢攞唔出嘅。咁但係有啲人佢可以就咁。即係噏得出嚟噏噶啦，所以因為我們在講健康食品，又不會 FDA 來監管，那麼香港衛生局衛生署也不會監管的話，那我怎麼知道我買到的是不是綠茶磨成粉呢，還是真正的綠茶素？就算它綠茶磨成粉，它也可能告訴我90%是綠茶素，我們怎麼來保障自己呢？咁樣嘅，如果你真係要知道咧，你可以同嗰個商店，個商店佢入貨嗰陣時咧，就每一批貨咧都有一張證明嘅，呢個證明咧叫做 Certificate of Analysis， 即係分析報告。哦，是嗎？要有嘅 Certificate of Analysis。係啊，咁每一個嘅，譬如話你買薑黃素咁有 Certificate of Analysis， 咁佢分析啲咩嘢咧？譬如話佢一定要係冇重金屬嘅，因為所有嘅植物都喺泥土度種出嚟噶嘛。咁泥土。睇一個泥土係邊度嘅泥土咯，譬如話呢個泥土喺練靶場旁邊啲泥土咧，咁可能好多金，因為好多嗰啲彈頭入咗啲泥土裏邊噶嘛。咁所以咧就係而家好多時咧香港衛生署都開始要求嗰啲中藥啊都要有呢個 certificate of analysis， 因為中藥都係泥土度養出嚟噶，咁佢都要知道有冇重金屬噶，有冇重金屬啊？有冇化學物品啊？即係譬如話會唔會呢個有啲嗰啲叫做殺蟲劑啊咁樣。咁理論上就唔應該用殺蟲劑嘅，因為所有嘅天然成分咧。佢唔需要攞出嚟喺超級市場度俾人睇嘅，所以就算譬如話蘋果素咁樣，佢個蘋果就算俾嗰個譬如話俾隻雀仔啄過一下嘅，咁佢一樣可以有蘋果素噶嘛，但係啄過嘅或者俾蟲咬過嘅，咁嗰隻蘋果就賣唔甩嘅啦。所以喺超級市場嗰啲蘋果咧就好靚好靚。因為一有少少個窿，人哋就唔要噶嘛，所以就用好多時用嗰個殺蟲劑。但係健康食品嗰啲農場咧，佢就因為係一個健康食品養喺另一個，譬如話如果你將啲辣椒養喺嗰個士多啤梨旁邊咧，咁辣椒素咧係可以殺嗰個昆蟲嘅。咁呢種就係有機種植嘅。咁就所以就算攞出嚟個士多啤梨係唔會因為有蟲啊咁樣，咁就算佢係爛咗少少咧，賣就賣唔得啦。但係喺健康食品嘅方面咧，佢就一採摘咗之後，一車就直接入去嗰個廠裏邊去提純，咁佢就唔需要係要好靚好靚。但是這種的有機的種植，就是說我們所有的這個健康食品都是來自有機的種植嗎？你又要睇啦。如果佢上邊咧係有標籤嘅，
有啲咧係寫明係有機有 organic 嘅，有啲就冇寫 organic 嘅。咁 organic 嗰啲咧係佢又會有個即係會有個鑑證，係真係去個農場度睇過佢係依足規矩咁樣。所以如果我們買有機，不是我們買健康食品的話，要注意很多樣的一些東西，我們要注意的，比如說剛才你說了，要留意到底這些成分是多少。另外還要說問問這個銷售的人員，他有沒有 certificate of analysis， 就是他們有沒有這個報告分析，就是每一種健康產品它都應該有一個 certificate of analysis。 一定有㗎，一定有是嗎？一定有㗎，一定有。另外還有說你要看它這個種植是不是 organic， 如果是有機的話，這也是更好的選擇，是嗎？而家所謂有機或者無機嘅主要就係有冇殺蟲劑。就好多嘅植物咧，都有一類物質叫做主要油 essential oil。譬如話你而家種一樣嘢叫做丁香咁丁香裏邊有一種叫丁香醇咧，係可以殺死昆蟲嘅。所以咧呢啲咁嘅植物咧，譬如丁香啊，譬如話係藏茴香啊，或者係孜然啊，呢啲嘢佢本身唔需要殺蟲劑噶啦。咁如果你將嗰個譬如丁香同埋苦瓜一齊，一行係丁香，一行苦瓜，一行丁香，一行苦瓜咧，基本上苦瓜都唔會有啲昆蟲去殺佢。意思即係話好多時咧係根本唔需要用殺蟲劑，因為殺蟲劑有成本嘅。呢個成本咧你唔係免費噶嘛，你抌咗落去之後，你就會想賣多啲價錢。咁如果而家你嗰個蘋果，你喺超級市場拿住個蘋果出嚟，有隻小蟲捐出嚟睇下你，哇！嗰隻蘋果就即刻放低啦。但係即係所以嗰個佢一定要放啲殺蟲劑咧，就令到佢唔會有個小蟲喺度。但係另一方面咧，就係如果譬如話而家有啲蟲咬過個蘋果皮嘅，就應該就賣唔甩噶啦。但係呢個原來咧係直接運去嗰個健康食品廠度提純嘅。咁你咬個蘋果皮冇所謂噶，你洗乾淨咪得咯。那你就說這些保健食品也未必都是 organic， 而且很多是沒有 organic。有機種植好多時係唔需要考慮呢樣嘢嘅。OK， 明白。不過我覺得經常聽眾來到這個問到底在哪裡可以買到一些健康食品，其實我也經常提到，就是說你可以上我的網站，我把顧曉培老師的一些 office 電話呀和他的公司電話還有這個地址都寫在我們的網頁上面。那麼另外呢，剛才也說了，也不是只是顧曉培老師可以賣的。係啊，全香港都有賣健康食品的，有綠茶素、蘋果膠，你去什麼 Watsons 啊、萬寧啊都有，萬寧都有。但是說實在的，就是說你會不會挑，你會不會看，那是又是另外一種學問。我覺得，那麼安全點的話，直接找顧曉培老師，因為你選的東西應該是你最專業的一個選擇，對不對？因為我喺美國藥廠做咗28年，我好知道邊度可以買到好嘢，好啲嘅嘢，同埋行內邊一間係有信譽嘅。係啦，所以我就覺得我倒不是在這裏賣廣告，我自己就是希望大家是，如果你都花了錢了，這個花了時間了，大家想對身體好的話，肯定找一個好的，這個比較好，有信譽的比較好，所以乾脆不用那麼多選擇，你就去顧曉培老師。我自己還知道，這個很多朋友說，哎 ，OK， 我 affordable， 我就是如果你不是有重病的話，來找顧曉培老師做預防的話，這個費用並不是那麼高，對不對？所以大家可以這個做一個嘗試，如果你需要的話。今天非常感謝顧曉培老師，我們講講到底多吃健康食品